念，叫做转世成顺，叫做转念，叫做改变。但是咱众生道理听就不巧，听嘛改变袂过，要改变嘛改变袂过。但是真正要改变困难，迄叫做哪里知影？固执。是不是叫做固执？迄叫做固执，迄叫做哪？叫做看袂过。你若会讲的时候，我就你叫我门口，你叫我欢喜，我欢喜无欢喜，我哪天欢喜，你欢喜死，变到真都有意思完呢。咱是咧，你唔爱死，无你在做在咧笑，在欢喜，其实咱欢喜已经上升天去，咱已经离去伊个净土。所以讲，圣人是爱人死，凡夫是爱人生。圣人是爱人死，凡夫是爱人生。妙事是少死不少生，咱顺的是少生不少死。咱听吗？是安怎少生不少死？因为伊当死就是为了把你世更快嘛，叫做涅槃，叫做解脱嘛，不要再痛苦嘛。来讲这个世，伊妙事就讲这个叫做哪？这个没有卫生啊，无卫生啊，这叫做哪？这个社会人讲叫惊人啊，怎是安尼？迄个人咧过火啦，咧放尿过，讲老师你讲有恁人爱有老会讲开啊过，讲迄个过火，迄过安怎关？迄我是听讲的啦，唔知影怎啦迄是一个过去迄种落嚟上，落在下，拢落上，迄叫做上台。上界哪有叫做阴阳？哪有叫做阴阳？上界哪有叫这物件？上界哪有这物件？理界哪有这物件？理界就无这物件。理界就我拄则讲，二道相依，二中道义哪有这物件？中道义有这物件。所以咱今日互咱六祖要甲你教，其实就是要甲你教这，要甲你教这。要安怎进入迄个伊相对个，这相应就讲伊相对个，这要给你圣语绝对。较讲嘛是要甲你讲这物件，但是无了过这真歹过，无真正用功夫嘛，毋是真正晓过。较学嘛是有点要转袂入去。这是咱第一，咧学习的一个表谈心的一个对象时间来定，安尼互我。嘛，我来跟担当。但是今年这款常委嘛咱这常委因为咱互我本来去台北以前买回金啊可以后月请到过来，请到过来讲要过年明年我但是要排迄个六坛，更六坛先，个无代表就结束，咱继续就无见啦就看。咱有啥物事改排，咱就资料无你若无资料我顶家讲。你我无资料，我顶家讲。你若在讲上好啦你来得讲开咧，蔡经理嘛是因为过去捌听我讲过金黄经的啦感觉伊嘛是有有20万嘛，拢退去的。出哥跟我讲我讲10万，你讲10万，我讲10万，你讲这样出哥讲的。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谢谢。感谢目前的慈悲前导义工，坤道义工。地方向无极老母行3公里前到义工，在鞠躬，3鞠躬，感谢目前的慈悲鞠躬，感谢2位点传的慈悲鞠躬，坤道义鞠躬，在鞠躬，3鞠躬，感谢目前的慈悲鞠躬，感谢2位点传师慈悲鞠躬，持下向无极老母行3公里前到义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下前人鞠躬，创下目前人鞠躬，
上下两位点门10鞠躬，坤到对鞠躬，再鞠躬，3鞠躬，十下前1鞠躬，上下腹前1鞠躬，上下两位点门10鞠躬。好，这个完了。好的，我们